時候咧，其實有4位嘅運動員咧係用 PB 嘅時間跑入呢場決賽㗎。其中一位咧就係我哋港隊嘅梁偉君啊，應該我哋會介紹到佢嘅。喺第2線嚟自哈薩克斯坦嘅博格丹，第3線嚟自印度嘅基蘭昆昌，第4線嚟自日本嘅高城晃基，第5線嚟自中華台北嘅陳奕軒，第6線嚟自日本嘅古賀傑瑞米，琴日已經都見到佢㗎啦，見過佢㗎啦。第7線嚟自沙地阿拉伯嘅哈桑，第8線嚟自中華台北嘅黃于慈。第9線啊，即將呢就係今朝睇過佢跑初賽13秒83嘅運動員梁偉君。係啦，咁啊即係 U18咧，佢哋可能係914啦，再低嘅組別。但係你要知道咯，我哋先進賽咧，嗱即係18歲跨914，但係我哋48歲跨991喎。我哋去到50歲先至係914嘅啫喎，所以我48歲，我49歲用跨991，哇真係好辛苦，好辛苦。仲年輕，仲年輕。我望見啲後生仔，我好羨慕啊！喂，阿仔你18歲，你跨914嘅。好啦，運動員上線啦。咁咧留意都係第6線嘅日本選手同埋第4線嘅日本選手啦。佢兩位報翻嚟嘅成績咧，就喺呢度咧就比較突出啲，但係都要睇下個發揮點啦。古賀咧就喺第6線嘅，而高城晃基咧就第4線。另外我哋香港隊陳偉君係第9線啊，最外線啦，都要幫佢打氣。佢初賽都係跑呢條線。好啦，起跑之後咧，就應該係高賀就帶咗出嚟先，相當之快嘅欄間動作。咁另外一位日本選手咧，亦都追上去第2位，反而第3位咧爭持好激烈啦，兩位運動員都爭住，前邊就冇意外咧就1、2翻嚟啦，13秒06啊，相當之犀利啊！風速咧仲要負0.5米添。古賀就好快彈咗出嚟，顯兩個欄已經。一路 keep 住喺頭嘅位置咁，但係即係第3位呢，我哋要睇一睇最尾嗰個衝線時間係幾多啦。出到嚟嘅時間，古賀係13秒05啊，打破咗佢嘅自己嘅 PB 同埋呢個賽會嘅紀錄啊！係啊，陳奕軒喎，應該第3。日本呢就包辦頭2啦，13秒05同埋13秒24，中華台北就拎到第3。